我哋今次會陪朋友先搭金巴去澳門拜年。喺澳門，我哋會經過橫琴過關去到珠海，落咗車沿途跟住指示牌就會去到口岸。兩個小朋友太攰，已經瞓着咗啦。一出關口係一個商場，轉右邊向住呢個出口行，會見到好多人都喺度等車。你而家喺邊呢？我哋終於到咗梧桐樹親子酒店，關口距離酒店都係3分鐘車程。如果要去珠海長隆海洋王國，都係5分鐘車程。一入到門口，跟住地下指示行，就會見到接待處。原來酒店有提供免費接駁車，上車嘅位置就喺1樓大堂出邊，但大家要留意返啲時間。大堂擺咗幾張羊駝凳，兩個小朋友見到已經可以玩一餐。檸茶喺大堂已經係咁話要玩波波池，幾經辛苦先氹到佢上房放低行李。打開電梯門，牆身已經有隻好可愛嘅海豚，擺咗好幾款兒童設施，有滑梯、韆鞦同小朋友車仔。房卡上面印咗隻好得意嘅樹熊公仔，等檸茶帶大家睇下啦。我哋今次嘅套票係喺 KKday 訂，價錢係600幾蚊一晚，包咗2大1小自助早餐同埋1大1小兒童樂園門票。睇過其他平台，同一個日子淨房價都要500幾。房門附近擺咗個衣櫃，床係一張上下格床，上下床都有1.8米，足夠4個人瞓。床邊同埋牆身都切合返主題，有隻大鯨魚。檸茶見到已經衝咗上去睇，叫極都唔肯落返嚟，激鬼死我。衣櫃入邊有睡袍、大人同埋小朋友衣架，下邊就擺咗睡拖，小朋友嘅係鴨仔造型。檸茶幾乖啊，自己行李自己推返入嚟，我同爸爸就可以休息下。等我帶大家睇個全相先，牆身都係有關海洋嘅圖畫。衣櫃隔離有塊全身鏡，房裏邊亦放咗小朋友嘅玩具馬仔，檸茶已經玩緊啦。露台附近掛咗張搖籃椅，除咗呢個房型，仲有更大嘅3床家庭套房。打開玻璃門就會有個極大嘅露台。如果出露台，記得一定要睇實小朋友。一河之隔對面就係澳門啊！露台望出去可以望到灣景同埋澳景，甚至可以睇到煙花。電視前邊有張台凳，台上邊放咗幾支水，仲有熱水煲、咖啡沖劑，風筒就放咗喺下邊嗰格。洗手間仲有專為小朋友而設嘅小童洗手盤，放咗拼埋有樹熊造型嘅梳洗用具，有小朋友同大人嘅牙刷，每樣有2套，有梳啦、鬚刨啦、浴帽啦、番梘。廁所同埋沖涼係分開嘅，乾濕分離會比較方便。天花燈係會自己變色，造型好似啲水母咁。放低完行李，而家就落去玩檸茶最愛嘅波波池。主題房有分海洋、積木、森林、童話同埋天空之城，每個主題嘅走廊牆身都會有唔同。朋友嗰個係女，所以佢揀咗童話主題。張床係女仔最中意嘅粉紅色做主題，牆身係有唔同嘅小動物坐住嚿雲。每間房都一定有個大露台。天花燈造型係一嚿嚿嘅雲。兒童世界就要落返1樓，都係跟住地下指示咁行。呢個係主題樂園嘅收費表，如果單次嘅話，1大1小係188蚊，1大2小就係356蚊。我哋套票包咗1日無限任玩，拎張房卡出嚟，職員就會俾手帶我哋。除咗樂園手帶，佢仲包咗20個遊戲幣，遊戲幣可以夾公仔同埋玩遊戲，留返一陣先玩。樂園嘅營業時間係朝頭早10點至夜晚9點，笑鬼死，職員叫佢拎隻手帶出嚟嘟，佢就以為人哋同佢 give me five。
波波池，我嚟啊！梧桐樹主題樂園面積大概有14000尺，係以熱氣球夢幻城堡泡泡主題嘅樂園。呢個高空攀岩一定要有工作人員，同埋玩之前一定要帶好安全措施。都幾多小朋友好勇敢咁自己上去挑戰。樂園中間有個彈床區，全部都有網圍住嘅。一陣捉檸茶入嚟彈下，等佢長高高。爸爸同埋檸茶上咗去玩呢條長滑梯，最終唔使爸爸陪，自己都夠膽玩。除咗長滑梯，隔籬都會有啲短嘅熱氣球滑梯，等我又玩埋一份。呢個位啲波波超多，一跳落去差唔多唔見咗檸茶。場裏邊有超過8萬個波波，檸茶唔肯玩呢個，一見到就即刻走開。地方真係好大，完全玩到唔捨得走。呢個爸爸辛苦啲，但檸茶玩得超開心。門口位置仲有旋轉木馬，只要有手帶就可以自由出入，當日無限任玩。電玩城本來喺3樓，但而家搬埋喺波波池隔離，有得揸電單車、射槍遊戲、籃球機，有得捽碟、釣魚、賽車、化石遊戲、格鬥遊戲、夾玩具、推幣機。檸茶話要玩電單車，勉強都叫夠腳長嘅。明明見到人哋玩係有獎品嘅，玩咗幾次都係得個吉，成日都零，真心黑仔。檸茶勁快玩晒啲幣，媽咪唯有再換少少俾佢玩啦。最後玩多次揸車先肯走。原來用機都可以買幣嘅，返上房都要度埋千秋先心息。套票包嘅自助早餐喺2樓，餐廳太多人，門口有職員做咗個小分流。成人係88蚊一位，小童1.2至1.4米就58蚊，1.2米以下就免費。早餐想清淡啲，有白粥、皮蛋瘦肉粥都幾足料，好多皮蛋喺入邊。湯麵就自己揀好咗之後俾職員煮，要加丸啊菜啊都可以加埋落去。果汁一共有4款，連芒果汁都有。想食咩點心同姐姐講就會夾俾你。自助區有蔬菜、沙律、粟米、涼拌，有蛋糕仔、葡撻、腸仔、油炸鬼、雞蛋、南瓜、熱盤。早餐嚟講真係算多嘢食。我哋晏咗嚟，但見佢補得都好快手。下次假期再嚟玩先。